台南爱读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是走读台南阅读版图的下集。在这一集中，我们其实带着各位到台南的各个百工百业。我们发现台南最美的风景，事实上不仅是在学校里的阅读，或在图书馆的阅读，更美的阅读是在台南的百工百业。这些百工百业，许多可敬的职人，他们用自己几十年或100年的一心一意，成就他们自己的事业版图。更可贵是，这样的职人一生一做的精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邀请你，我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职人贡献的成果，然后呢，能与你一期一会的美好相见。我们今天要来到这里是我们府前路的丽丽水果店，也是丽丽水果文化馆。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丽丽水果店老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文雄李大哥。主持人美霞老师，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李大哥呢，不仅是水果第一个喝奖，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说他的不务正业，那是什么呢？其实大哥呢，一天到晚要么就戴个眼镜，要么就拿一支笔，不是画就是写，就是收集资料。所以呢，几十年来，其实丽丽水果文化馆给我们最大的贡献是编辑了许多很好的书籍、很好的刊物、很好资料，让我们可以充分阅读。所以大哥啊，我想请问你，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多年的一个累积的结果中，事实上编了很多书哈，也编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丽丽水果与你有约，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我们丽丽水果店哈，1947年到现在呢，73岁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水果的世家长大，然后我在华这间店面上，我发觉，咱咧食果子，那是讲树仔长生的果子，敢若是要互咱吃尔，那我们太对不起这个水啊，这个树仔长。因为呢，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对不对？就是甜美水果，心存感恩。对，人讲吃果子爱拜树头，就是安尼啦，所以对，嘛是对20几年前应该是88年民国88年，咱第一集这个丽丽水果有约的开始，延续到72期。所以每一个月拢是爱找当月水果、当季的水果当做主题。对，嘛，甲咱讲介绍水果尔，嘛无够野。因为你会发觉台南呢是一个文化城。对。它那个愈学故事愈多，典故愈多，有够丰富。我实在是我那时间上我那做袂堪去，所以我就做3档，连续做3档36期，再休息3年，然後3年以后再做3档72期。了解。所以总共就有丽丽水果有约72期，都记载台南的水果呀、人文地景还有台南的老故事，是很令人感动的。72期以后，我们再做一个。就加了12集，呼翔人的故事，无搁加了搁加了上侪集但是故事写袂了啦所以伫这个介绍果子介绍咱在地文化以外无做这项我得做。也就是你今天呢，把一个水果呢当作是一个主题，因为呢，大哥讲咱台湾上介好的是，因为呢，好像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恩德。水果呢是咱台湾，也是咱台湾上介丰富的物件啦，所以是牛奶甲蜜的台湾老年甲蜜的台湾，这个老年甲蜜的台湾就是最主要就是讲，要安那互全世界的人看到果子，看到果子伫电视上看到果子，当然去想到台湾。来台湾呢，就是要吃果子。了解。咱因为是安尼，较有的，其实你看。全地球我们台湾就是全世界，我有把握，全世界最，咱就觉得选择最亮丽的
天然美食就是在台湾。哦，对。我们不只有温带，还有寒带的水果，每一个国家没一个会当和它比，但是咱台湾最 top 的，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啊，而且呢，我把它请人帮我翻译哈。英文对，英文能够让它走向国际这样子。所以我你去迄个网络看，外国人袂当看，会当了解讲台湾是这么啦丰富的这个果子国。对。搁阮隔壁呢，就是孔庙。所以大哥对于孔庙也是衷心的守候。对啊，阮孔庙吼，这长那个榕树，这个榕树吼。几当前吼死去，我它有100多年哈。对，我生啊，全拢伫遐移除啊，跟那个老榕树哈，在树荫底下，做向人啊，做向凉，伫遐移除啊，迄是阮应该是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应该是60多当前啊，60、70当前。所以树变成你们60多年的老朋友，对了，对，伊这场喝根病死了哦，我嘛含。完美家对啊，还有许多台南的好朋友，我们还曾经为他写诗，然后请小朋友念什么呢？榕树爷爷你不要死，榕树爷爷你要活过来，真的，çok可爱。对，很可爱。所以我们为了这一棵树，然后我们就我就发起老树节，台南节老树节，就是每一年的9月29号，就是老树节，我们。再做一个种树，所以那个9事实上就有希望我们的台南老树都可以活得久久长长，永远庇佑我们像李大哥常常很怀念的童年啊，也很怀念的故事一样。所以其实李大哥，我发现哈，你也写了桃李春风，然后福安坑，那这也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对不对？这本。这是为了纪念我妈妈哈，为我们的长辈，也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先献给我妈妈的一个歌了哈。然后呢，里面的特色哈，里面的特色就是用台语的四句联啊来介绍咱台湾的果子，所以我才有介绍52种的这个台湾的果子，就是用四句联啊。所以伫台湾哈，咱伫台湾去菜市啊，拢讲台语啊。对。所以用4句联啊来介绍，台湾果子。刚刚就有亲切的感觉了，对。里面嘛有介绍很多老树。这个树啊哈已经死去啊，我讲未死的时候，我就甲翕相做纪念。死去了后，我们再回味来追思这张死去的树啊。叫那10几对，所以有再见老树，老树再见，都是很令人感动大哥的收集。其实我想大哥呢，他在做这些的书籍的时候，事实上呢，最主要是要能够透过不断的阅读。所以每次呢，如果你到丽丽水果店点了一盘水果，坐在那里，你发现其实大哥告诉你，不仅是台南老故事，有时阵吼就好不呢呢，青菜改的功能股啊，你刚刚受用无穷。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大哥，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本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受用的一本书呢？应该是有20年的了哈。这本册就是《万年长青》，万年长青。因为我在现在月刊的时候，我有一个单元就是讲智慧的密码，智慧密码，智慧的密码。所以我会找足侪册，新年也好，较早做有学问的，而且我都摕来安尼甲看，安尼甲现，到底因的精髓里头。我发觉讲吼，这本《万年长青》这本。这本董显光博士其实是短短的几句话，可是事实上却讲了很多很深奥的，也让我们其实想象很多的一个道理。对，几句尔吼，几句话都是感触很深的。几句尔吼，伊讲的话吼，就是很 open， 真有感觉，互你看了感觉很有哲理，真是一个真理跟公益。对，那我们有想到大哥，那你也可不可以？我们今天看到你做的这么多有关台南的历史文化故事的记录，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段话，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受用一下呢？其实人读册不一定就是看册。对啊。比如讲，我这果子的，一粒果子放伫遐，
你会当看啦，你会当去了解这粒果子的色香味是怎安那。对对。这粒果子呢，切开你食到嘴内的时候，又甜甜、酸酸、咸咸，啊是啥物原因？较会安尼？你若捌食的，伫你的心肝咧，你读下内底，就是一本足自然的迄个册。了解，所以水果有很多的深奥大理，所以一颗水果其实它有无穷的宇宙，我们从大哥身上就可以读得到。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丽水果店的李文雄李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阅读以及编辑很多书籍的经验，谢谢李大哥，谢谢明霞老师，谢谢各位观众。那我们接着呢，下一站要往哪里去呢？下一站我们要带各位去看一位帅哥哦，合成帆布行，请跟着我走吧。蛮喜欢它这个光的这个顿间的感觉，很好看。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是中山路的合成帆布行。我相信台南以及台湾的朋友对这里呢一定不感到陌生，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到现在，合成帆布行几乎制造了全国所有学生所需要的帆布背包，还有很多人他们手提的那种传统的帆布袋。当然，更加上早期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怀旧气味的那种大盘帽，其实都是合成帆布行所制作的。到目前为止呢，合成帆布行已经超过了60年的一甲子的岁月。现在到了第3代的许进家是主要的负责人。我们今天谈到阅读，因为合成帆布行是立足台湾而接轨世界，所以我们就很想跟许进家谈一谈阅读在他们新的一代人怎么去看的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合成帆布行这里。进家你好，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是已经60年的岁月里头，合成的下一步就是用 One Bag 的精神服务。品质更精进，走向国际化。那我相信这个背景之中，你可能需要更多的阅读的资料来提供你走向国际的这么样一个规格。所以我很想了解你们这一代怎么去做阅读呢？其实我们合成帆布行已经超过60多年的历史了。那到我这边已经是算是需要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那阅读对于我们年轻一辈的人来讲，我把它解读成是一种吸收资讯的方式。对。那举凡是我从报章媒体、社群杂志，或者是说平面的书籍来讲，它都是一种吸收资讯，也就是一种阅读。所以其实对你来讲，阅读的第一步就是你现在打开心眼，凡是有所可能的，凡是可以吸收的资讯，都一定要把它放到你的脑袋里，成为大数据，对不对？没错。那我们知道，其实大数据它可以分成，也许是一个顾客的大数据，也许呢，今天这个大数据呢是你去收集资讯的。我想了解一下哈，以你来说，你怎么去用大数据的概念去了解你的客户呢？其实我们透过电子邮件的往来，或者是社群媒体的互动，跟我们的客户做一个最基本的产品的沟通。那客户会最直接的把他对于产品的想法跟我们做一个 feedback 回馈。那其实这一阶段就是我对于产品的资讯的收集，或者是可以做产品的改进的一个最初步的方式。所以阅读你的顾客群，也是你今天呢作为一个今天要行销出去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我们知道品牌的创造也很要紧。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很传统的书包之外，其实你还有很多很时尚的这种设计。那你又怎么样透过阅读去设计你的产品呢？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透过各种媒体资讯获得这些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设计之外，我可以从这些去发想日常生活的用品，或者是演变成用我们的传统工法可以怎么去做结合我们产品的设计与发想。所以也就是说，在你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不仅是一种传统的老工法的学习，甚至于走向国际化的时尚品牌，它的设计风格的掌握也是很重要的。是没有错。那我很想了解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拿了一个手机就开始阅读了，很想知道你的阅读的载体是哪些是你最好使用的工具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手机，甚至是我平板以及我工作使用的电脑。对。那我打开我的社群媒体，或者是电子书城，甚至是一些传统媒体它转到电子化之后的一些论坛，或者是社论评论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平常在阅读的资讯。我了解，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还真的不能够去忽略掉0与1的数位化的一个学习，因为这个学习呢，可以让我们直接进入到其实无限宽广的
空间去搜寻到刚刚静佳所讲到的各种类型的资讯，完全进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其实我蛮好奇的是，60年岁月走到现在，你对自己今天的期许跟角色扮演是什么呀？其实60年来走来始终如一。那我们合成帆布行在地生根60年，除了从爷爷的手到爸爸到我现在，对，我们其实一直背负着一个传统文化工作的传承者的角色。对，那其实我对于这间店的最大期许是，我们可以深耕台南，发扬这个传统手工艺的保存者。然后作为这个产业的一个领头羊，我觉得这个以这个出发点来讲，它是我们合成帆布行到我现在来讲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感。对，我相信一甲子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可是，在漫长岁月中最难的，不是难在一个岁月流逝中你就站在那儿，更难的是屹立在那里头。第一个有所坚持，第二个有所理想。然后呢，我觉得合成帆布行的 One Bag 的精神，只要你今天能想出一个你喜欢的 style。一个书包，他也帮你做，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他真的就是我们台南人所讲的台南人用一个书包，跟你这边又这高级了。对，所以瓦干钱的合成是不是也你所喜欢的呢？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静佳与我们分享这样子一个年轻世代他们的非常好的阅读的精神。那我想呢，今天谢谢静佳。谢谢老师。那我想呢，我今天在合成帆布行听完了新世代的阅读之后，下一站去哪里呢？甲本红地多，我们就往核心号去吧。嗨，欢迎，欢迎，来，我们请进。各位好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忠义路的核心号。今天要跟我们分享阅读与饮食记忆的是我们在台南非常有名的小满妈妈，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慧慧姐。慧慧姐你好。美霞老师好，大家好。那我们知道从公园路的鲜鱼店到小满食堂，一直到核心号，慧慧姐由于她自己非常喜欢饮食，所以带领她以及她的家人在台南的饮食上创造非常好的口碑。从当时、当令、当季，他提供我们在一饮一食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呢被窝心的照顾了。可是慧慧姐呢，她最特别一点是，虽然在一个现场是一个烹调的职人，但是她很努力，透过阅读而来让她自己呢，所有职场上的饮食、烹调料理能够更精进。慧慧姐常说，读书或是阅读是我最重要的生命课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慧慧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慧慧姐那么爱读书的你，一定有很多阅读经验可以跟我们谈一下。那您的阅读应该从几个角度来看呢？我把它分成三个方向，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呢，最重要还是以健康为基础。就是因为饮食，所以从专业的角度去找书来看。对，那专业的书您看的一定很多，那也能不能问你最近看了哪些书来推荐给我们一下呢？好，再来这个就是有关于工作跟我自己的喜好，就是对于我的生活跟工作上，我的喜好就是会有这两本目前就是这两本，目前这两本喜欢，一个是记忆的饮味，一个是舌尖上的人生厨房。对啊，舌尖上的还有厨房是慧慧姐呢最专注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提供这两本也可以给我们喜欢阅读饮食的朋友一个参考。其实我觉得慧慧姐的饮食还有一个特色，人讲做台南味的啦。台南味你是安怎烫？他刚好真正煮咱这么爱吃的食物嘞。这个问得好。因为呢，我还要除了自己把它专业关在厨房里面做餐以外，我说真的，我很感动的是，我透过了美霞老师的书上了这个很大的那个脸书里面去了解，甚至于包括美霞老师这个我们台南的这些好几个那个职人的工作融入了这个文化，然后对，然后跟那个餐饮
把它融在一起。对，我了解，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去写《爱在正头来宾》后，非常理台南的这些人，或是南方六铁也介绍了台南6种职业。我想其实打开这本书里头，都可以看到台南人安那生活，安那想，所以慧慧姐透过这个阅读，也可以烹调出来真正就台南味的饮食，这个很重要。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你也透过许许多多，比如说像老一代人呢，他们学习的阅读的经验呢，然后去这个做你的烹调。你还有给我们一个阅读的建议吗？哦，那在人生的那个旅途上，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书以外呢，一路上呢需要很多的加油。对人生的一路上，对，那这些加油就必须要靠这些不同的阶段跟需要去找出你喜欢的书来一路做你的那个加油站来加油。对，是。所以其实呢，我想一个阅读对慧慧姐来讲，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进行式，而且我发现呢，它有一个非常新奇的眼光，会发现很多很特殊的食材。我记得呢，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呢，吃着他那个昂龟煲，然后呢，那个昂龟煲呢是我们台南的一种腌制的食品，来煮萨马鱼，哇，道地道金江好人大记哈。那呢，他甚至有一天呢，去到他的这个核心号，他告诉我们说，哎，你知道吗？我从那个纳马夏的一个90几岁的老先生那边看到宝，什么宝呢？那就是一个腌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古老的食材，那个应该叫做老花效果。对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您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勤勉的去做阅读的一种记忆。所以从这边看出来，我就很好奇，想问慧慧姐，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今天在做饮食，还有去发现老食材的这种角色呢？希望把这些老味道跟老食材好好的发挥在我的工作上，然后把它分享到，让不止台南人，对，不止台湾人，对，我还希望世界各地可以发现这个台湾的味道、台南的味道是值得人家喜欢，值得人家赞美。对，我了解慧慧姐的心情。她总觉得，其实从台南在地走出去，我们的饮食也可以国际化。因为这样的缘故，对于阅读中的经验来烹调更台南的料理，我想是慧慧姐带给我们世上最好的学习的榜样与典范了。我们今天很谢谢慧慧姐为我们分享饮食与阅读的记忆。谢谢，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2集里头，从我们的图书馆洪玉珍馆长我们的访谈出发。图书馆本身是坐落在我们台南的百年公园，可是当我们招取台南的图书版图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奉茶听叶大哥为我们吟诗，在丽丽水果店，我们看一个水果店老板他如何用自己的阅读为台南写台南的历史跟过往的盛事。我们也在核心号听慧慧姐告诉我们，她透过阅读有饮食的文学。然后我们今天更在合成帆布行透过他的第3代的进家，告诉我们阅读更走向国际化。这是一个台南其实非常美好的版图。这个版图里头每个人，他们的今天一心一意做自己生命的事业，但是他们更全心全意的把阅读放到自己的生命里。台南的城市的人文景深，会像每个季节里头艳艳绽放的花蕊，日复一日，花开花落。城市里安静的每个角落，都有许多美好的阅读的身影。那些身影迷人而美丽。阅读打开一本书，它真的是像城市里头大家共同喜欢所做的一件浪漫的志业。城市里头因为这些阅读所展开的人文气象，就像春天里头绽放的莲花。莲花总是这样的，一年365天，静静的开放，静静的守候，静静的芳香。我在书写台南的阅读版图里头，我常讲一句话：是人让风景美丽了。您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很喜欢在我们这2集中为各位制作的台南阅读版图呢？谢谢各位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
闪烁的天星，伴你寂寞的暗暝，日头也袂见，黄芒露水的甘甜。可怜啊可怜，目屎行伫雨水里，敢有人知影？甘愿成全的心意？嘛开，点点嘛水，点点地唱着世情冷暖的滋味。点点嘛开，点点嘛水，点点地等待春天阮回来的时。点点嘛开。点点地唱着世情冷暖的滋味，点点嘛开，点点嘛水，点点地等待春天阮回来的时，点点地等你陪来阮的梦中。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